今天的网好差呀！现在可能可以，大家能听到吗？恐怕只有我能听到你。非常的卡。我这边极度不稳定。现在可以听到了吗？喂喂。时好时坏的感觉上。现在好像稳定点了，大家能听到吗？喂喂。他们都觉得很卡呀。但我现嗯，在看的话好像还 OK 啊。我们先凑合着播吧，那能怎么办呢？我怎么也掉了呢？就是有问题啊，今天晚上。OK，我们已经开直播了啊。OK，不好意思大家，然后我不知道声音上有没有问题，然后可能今天晚上都比较卡，我估计人哥可能会不止卡一次，以我的判断啊。然后现在我们继续往回来聊这个棋吧，好吧？然后实战当中走了后 A5，然后白方 A3，然后紧接着车 C1向 C1，然后 C7，进入到了一个可以慢慢下的一个局面当中啊。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直接跳到他们最后的这个局面吧。最后这个局面下成这个样子，赵尔现在能看到吗？我看不到，我只能在虎牙上看。嗯，环上的局面现在看到的是后 A5是吗？还黑的多是个兵看到了。黑的多个兵？OK。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，应该是黑的会稍好一点，但是具体怎么过来的，我们估计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往回追溯了。然后我们就说现在这个局面吧，丁玲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，我感觉不可能还有13分钟，对吧？你觉得呢？丁玲可能还会有13分钟吗？不可能。嗯，就是白少一个啊，一个象呗。嗯，
啊，现在到黑的走，那没法一格线啊。马 B3是吧？你觉得？不是对吧？局面，这局跑了吗？没有，这局面到白的走，刚走的象 C5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个时间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卡的呗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看看聂波这盘棋吧。咦，这盘棋怎么成这样了？聂波还有8分钟。我们先看棋啊，先到王一楼这个局面吧。嗯，对，然后紧接着王E4，这白的然后好吧？车 G1。我不知道啊，和棋。这个棋没点嗯，儿，主要是你现在怎么走呢？这个棋象 C4将吗？将就躲一步。嗯，躲哪儿啊？想一想，你往 F 要冲进去是吧？对啊，你可能王 F6，但王 F6的话，是不是 A5都可以冲？你车 G4， A6再往下走，然后你车 G7，我就向 D5封一下，准备向 B7架死你。这感觉凉了呀，要输了呀。对吧？但是聂波还在想，聂波在想这个局面要不要走这步象 C4。那象 C4走完能走哪儿呢？这棋象 C4走完之后，只有走王 D6是吧？我就往 F5冲进去了。王 D6，然后王 F5进，压力山大这个棋，并且关键基底就只有30秒了。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哥的棋，这谁王哥的王 E 要走啊？七，谁走王 E7？刚才象 C 吗？四一将王 E 七，王 F5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他走的王 E7啊，你确定？没走齐呢。啊、聂波走的像 A6啊，我像 A6这步棋是真的讨厌啊，有没有觉得？狙击四不敢吃，吃完像 C8，很烦。躲不王呗。王躲哪儿啊？王 F6，比如说。王 F6，他走车 A1了，然后向 C4再将，王 F6 向 B5再上去，然后机理车 G1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 看不懂。A5了？这王感觉过不去了。吉里好像也发现了这一点，高棋，聂波真是高棋啊，他算的拍点高真快。棋哈。这 A5一冲吃，A6一冲，车 G1，但王第4吃过去了呀，王 C5，王 B6，这王刚好错了个位是吧？赶不上，对吧？嗯，我们来看实战，要输了。感觉上屎要非常危险。我们来看拉格拉夫这一盘，走了什么象 E3，王 E3之后马 C5，王 D4，然后这局面谁好？丁玲是不是好了？B4兵是不是要丢了呀？看不见。OK，看到了。这马去哪儿呢？啊，也不一定，可以马 D7是不是？象 A4的话，王 E7，这棋打了，白方肯定不会赢，对吧？打了。打了应该不会赢，没道理。嗯，赢肯定是赢不了，能不能和呢？你说像 D7打了是吧？王吃，然后王 C5是吗？嗯，王 C7 走，好像也和不了是吧？我觉得赢不了吧？你咋赢啊？攻下来。王 B6之类的啊，我觉得赢不了，我感觉我不知道具体我直接 B3啊。什么时候 啊，B 三差不多是。王 C5 B3嘛。啊？王 C5 B3差不多吧，没区别。然后呢，我就上王。你到了王 B6这块呗，我就 B3顶着你王 C6是吧？嗯，王 C3，王 C5，B4，王 B5，王 B3，我这边无数的等招啊。D4走完，比如说我 G3，
你D3王C3，D2王D2吃了呗，王 B4，王 D3，应该和了感觉是。你进不来啊，我就跟不上你了。可能延时比较多，说实话。聂波看起来很凶，他们说，我们来看聂波吧。聂波这赢了呀，不是凶不凶的问题，这感觉上应该赢了。这不象 C6吗？嗯，像你说的，像 C6封住的呀，车 A7，像 像 B7，B7，这还吓人吗？少个兵，我不知道啊。关键底线还被象看着。给，应该是吧？但是我感觉直播这边慢了好多啊，我感觉就是，嗯，速度的话啊，嗯，走到王第4，这肯定完了呀！这王去贴车是不是都赢了？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只有王 F5，王 F5之后，我走到 王 E3呗。H4，但是这个局面是不是只有走王 C5啊？你王 E3能撤得回来？你要干嘛？王 E3 H3啊，王 F2 王 F5啊，你想一会儿给你兵砍了，等会儿什么意思啊？我居然没走出来后 C7，后 E4，后 H6，往 C7也不行，多2个兵。老李头又卡了嗯，啊！没有这边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卡没卡。好像还可以啊，只不过就是我这边看的有问题，但是大家好像我在火牙上看的好像还凑合，好像这果然这个屏幕怎么这个样子？就是卡呀。